啊，就是拿什么跟我打？这拿什么跟我打？单手。单手打爆你的头，左手啊，只用左手啊，有事拍个停，有事拍个停，我操！哎，别搞事情，别搞事情。都说让我来超人搏击啊，过来挑战啊，打什么毛啊？就是拿什么跟我打？这拿什么跟我打？毛毛最近的战绩比较多，好吧？我们已经说了，只能排到8月份，好吧？只能排到8月份，可以吗？对啊，试一下。我操！哎，不要搞事情，不要搞事情，好的，不要搞事情。8月份，兄弟们啊，关注我。怎么简单？单手打爆你的头，小卡拉咪，我操！你看，小卡拉咪，啊，拿什么跟我打啊？大本一个。哦，快去！